台南人气的老店海量肉粽，伫创主人新海秋甲陈玉翁仔某共同打拼努力，对新农街完成只有2坪的店面，扩展到2楼3进的组房。伫个后代子孙新旧上的带领，共心协力整修起家厝，甲海量的发展历史一一呈现伫个海量的新花园，成为肉粽故事馆。因为阮老爸老母为遮来遮租，搁来遮买，甲生阮遮囡仔，生8个囡仔，请养阮大汉，拢无反受着苦，所以伊过往了，阮就甲将伊这个辛苦起家厝，甲种做，甲将因的一生，那勤劳，会当把种厝，教养遮囡仔，大家拢遮成功袂歹。将这甲做一个纪念馆，互大家逝世当写念，增加阮新农街的这个文化的气息。这是1楼的展示的这个目的。像阮老爸遮，这是伊的迄阵啊，家己安尼辛苦，家己绑了下带迄个车顶，用塞出外口。伊拢下晡下早绑，下晡下昼撒好了，下晡开始塞出去卖，卖差不多2、3点钟就卖好，就拢去收单，去再倒转来。这就是真辛苦的这个所在。所以伊拍拼出来的时，阮就要甲用做迄个，互大家会当笑脸。位伫新农街64号的起家厝，经过重修，正式为海龙新花园肉粽故事馆。18号上午正式开幕，起面卖少的肉粽卖进来，而且佮唤起袂少人的回忆。很大的鼓励啊！这也是我们从小常来的地方啊。甚至于这个大楼，我们都来包过粽子，来这里住过。老人家很亲切，夫妻都很亲切。所以这个纪念是很重要的，它是一个传承。馆长新旧上表示，因重修老厝，主要希望留下爸母做生意的手艺甲方法，提供后人怀念，并且打造家族的历史，同时嘛保留老家的文化气息。未来伫个每礼拜6礼拜将开放免费参观。伫个肉粽节期间，阁有南台科技大学学生来协助导览，欢迎民众踊跃参观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